周秀娜呢排人氣簡直係升到爆燈啊！除咗喺書展成為賣寫真天后之外，Chrissy 仲冧妝，再次為代言嘅豐胸纖體公司拍攝新一輯嘅廣告。今次 Chrissy 雖然唔使當街剝衫，但係就以 Bikini 上陣，無論係嬉水、趴地定係揈絲巾，總之樣樣絕招都做齊。咁我今日嚟呢度呢個沙灘呢，就係拍我第二個 Slim Beauty 嘅 TVC 啦。咁好開心，今次都仲可以佢哋繼續揾翻我合作啦。咁呢一個同埋呢一個全新嘅 idea，我自己都幾中意。今次就輕鬆咗啦，因為今次喺沙灘度拍啦。咁同埋今次個故事就有多即係唔止得我自己一個啦。咁另外都有一啲男仔啦。咁其實個古仔都係講翻佢哋會用一樣物品，但係可以想像到好似係扭動緊我嘅身體。咁同上次嘅 idea 就唔同咗咯。咁其實啱啱都過完書展啦，咁我對於自己本寫真都個銷量都幾滿意。咁其實嚟緊都會有動漫節啦，咁其實都會擺翻自己本書落翻去買嘅。咁到時我都會落去宣傳啦。另外都仲有 T 恤同埋 cushion 都會喺翻動漫節都會銷售嘅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講到動漫節，Chrissy 為求一擊即中，早喺開節嘅前一日就去到會場巡視自己嘅攤位，一時興起，仲將印有自己嘜頭嘅長形 cushion 一左一右咁抱住。唔止啊，為咗刺激銷量，佢更加攞埋翻屋企培訓3日，務求令到啲 cushion 留有自己嘅體香。Chrissy 更先後以面貼面、嘴對嘴、下巴貼胸嘅姿勢為 cushion 注入靈魂。哇！啲電車男今次真係破產啦！